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伯牧师。今天11月8号，我们要分享的是新的呼召，从认罪打通施恩管道。我们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掩饰自己罪过的，不能有幸福的人生。承认过失而悔改的，上帝要向他施仁慈。箴言28章13节。基督徒很容易把认罪想成一个好像很繁琐又很复杂的任务，又或者是出于我们本能的反抗，或者是人的本能。我们知道自己不好，但要承认错误却是相当的困难，因为骄傲和自尊心缠绊着我们，但却要知道悔改与认罪是信仰生活极重要的一环。认罪听起来好像不舒服，但是在基督徒的信仰里面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虽然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认罪不是好事，可是我们看到诗篇的作者却告诉我们认罪其实是好事，不是坏事呢。首先，认罪使我们脱离仇敌的辖制；其次，认罪使我们进入到上帝的同在，然后靠着圣灵来督责我们认罪，得到赦罪的恩典。所以这时候你有能力来胜过辖制你的罪，能使我们活出丰盛的生命，活出上帝想要的生命。其实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没有任何事情是可以隐藏的。不过若上帝全知且全能，那有时候我们会想说，那我何必要认罪呢？因为他都知道啊，即使我们不说，他也全都看见，不是吗？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是，认罪的重点不是跟上帝再次确认做错的事情，而是承认我们的思想、言语、行为都背离了他的期待，没有切中他所要我们做的目的。约翰一书1章9节这样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么我们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哪一种认罪才是讨上帝喜悦的认罪呢？除了承认自己背离上帝的教导，更重要的是要弃绝罪，就是离弃他、离开他，或者我们只是空口说白话。箴言28章13节刚才提到说，遮掩自己罪过的，他所行的不会亨通啊；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尼希米虽然在宫廷中享受优渥的生活，但是他心怀故土，又敬畏上帝，因此他得到消息说耶路撒冷城墙被毁、城门被焚烧的坏消息之后，他首先做的事就是认罪祷告，因为他知道想要扭转以色列人的命运唯有全心来依靠上帝然后离开他们所犯的罪。尼希米的认罪祷告让我们看见，他不但认识到上帝的属性，而且他知道这位上帝与以色列人的关系，也熟悉明白上帝借着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他知道犹大人之所以会亡国被掳，而他们远离上帝，他们不专一敬拜上帝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尼希米他在上帝的面前，他先认罪悔改，而我们看到他谦卑的认罪说，我们包括他自己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尼希米并没有自命清高，他在祷告当中是用我们而不是他们虽然他身居高位，但并没有离弃上帝的律例典章，他仍然看自己与这些不遵守上帝法度的人是一样的，在上帝的面前都是有罪的。真正的悔改会结出相应的果实，我们也会越来越坦然无惧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上帝帮助我们活出一个与呼召更相称的生命。纵使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拯救替我们偿还了过去所犯的罪债，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仍然需要定时来清理才能够建立更亲密的情感。我们不因为耶稣他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就好像大摇大摆认为自己已经完全了。相反的因着了解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我们会在明白自己是何等的不配的这样的一个认知之下，为自己的不完全而忧伤痛悔。在这样的认罪悔改当中，生命的伤口往往可以被医治，无法突破的可以得着新的道路，被捆绑的可以得着释放。想一想，你有哪些事情是需要向耶稣来承认你的软弱亏欠的？有没有呢？开你的口向主来承认吧，因为他愿意赦免你。因为如果我们向上帝认罪，刚才所读的经文说他是信实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他要洗净我们所犯的各种过错。我们来想一想，尼希米既然是为同胞来代求，为什么他在认罪的时候不使用他们，而使用我们？我们可以从他的祷告的态度当中学到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你知道我的软弱，并且你用圣灵的大能来坚固我。你的恩惠和慈爱原来是为我预备的，因为你的信实极其广大，你的怜悯不致断绝，是满有恩典所以我要来寻求你，仰望你的容面。就在此时此刻，我坦诚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生命当中的软弱，因着天父你的信实，让主耶稣的宝血再一次来洗净我的罪，使我或者是我们都能够手洁心清来敬拜你，来服侍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我是友波牧师，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次再见哦。